听说你有做主持，对不对？哎，主持尾牙哎，尾牙原来是同业，那我不妨了。出事挺熊哎，要不要？都是赶快进。好，还有马上烟刀，马上吗？我来。快点快点，对对。没时间了啦。那个凤猴要注意啊，中国法这样啊。干嘛？这个101大楼，你动就宠你。对，这个就对了，标标标，对不对？客家标。你安慰标个，系老公教你系嘛？呀阿婆教你。安慰不要躺你的动地管。那个鸡皮不要弄掉，姐姐。可以很好出呢。你要到清明盖皮呢？又换。又换。像清明有十饼啊，两只甘露啊。太长了。秀琴姐喜欢吃豆腐吗？我喜欢动。你还有你做料理？你是豆干。喂，造我是臭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感謝民主。好跳。今天來到宜蘭要打畢業播前，我們來宜蘭這個海邊啊，最不迷意思咧，真的難得呢。雪隧通嚟過後，宜蘭真景變做大家嘅後花園啦呢，大家都愛來。哎，所以今天我們真的邀到前花園的朋友來了。錯，係啦，咁講，今日雖然係到宜蘭，不過還有來賓當從新北市突然襲來。沒錯，厲害，追着一家之主跑案呢。哎，包括我們的評審也是哦，你們也開很遠呢，從新竹來哈，冇錯。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替先來分享到嘅係小戴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大粉青。好，分享克里斯，再過來分享條鮮肉鳳青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站，佢係來自新北市哦，也嘅係阿姑姑同出力向下來比賽。分享到全雲姐老恩科，總上分享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OK， 大家記住這一幕了，因為呢，這是他們最保守的一個表現。挺有意思。從現在開始，他會慢慢的 level up。這些不是慢慢，直接打開來。對，因為他們是舞台劇演員。好，現在我們先歡迎藍隊，聽說也是他們朋友。嘿，講熟事，你看今日上府翻千強榮，總上分享來自突然界，表弟妹今天係羅皮下村小田。大家好，你們是同一組吧？你看看上府，而且他們穿得好好看呢。動車耶，有一種無影風。先來問問看，風吹真的是舞台劇演員？哦，真嘅呢，好厲害！最近一場演出是演什麼？長春山歌隊。長春山歌隊。你聽我記起一下。6月20號嘛，哈，萬一錯過就是我們播出時間的問題。對啊，白講對啊。他還是有準備，你今天好教好食好料誒。好笑了咯。從細啊，係阿姑從，我帶捱來也比雕唔呢。登記迄個條城濱海森林公園。哇！哇！之前有都給導畢業主持哦。太屌哦！東到完美啊！翕相你回來呀，打卡拍照。好。濱海公園，那你來一個打卡姿勢我看看。可愛3連拍，預備1連拍。1連拍 ，Take one。我喜歡這樣子。Take two。Take three。好，總上鼓勵。他的秘訣就是要把別人擋住。看到了。我陪上一動作配點。對，他先擋了我，又擋了他。對，今天動好高，做一翕相啦。啊，諗住你有片嘅來賓，跟下去小街哈，好遠，今天時差來哦。係啊，時差來，讓妹來。要用晒要動集中來到宜蘭聊片麼？上下圍啦，我怕影響下過來聊。因為唐講哦，我推薦人家好食嘅東西。勞動嘅雅士誒，東永良嘅那個宜蘭的蔥誒，懂我什麼？對，三星蔥。對，蔥肉卷。哇！有到嘅雅士嘅地方度，用嗰個米線嘅凍好凍甜，佢用烤嘅，佢唔係用炸嘅，大家有很多嘅。用烤嘅，所以佢唔會凍油。錯。所以佢會拍臉嗎？冇有，他做到位。哦，你看，記得哦，早晨6點我做水做的火叉，那個兩片為了排那個。好，那有順便幫我們排一份嗎？對。收燈了。對。好，再來懂。好啦，太假姜阿粉呀。好。那這樣我們2隊有共識啊，趕快比賽比一比。來去吃奶凍卷。豆卷。哦，都沒有接觸到這個。不過喺濱海公園，也喺講勞動雅士，睇下來嘅時節，全台灣各地，來到台灣開發演宜蘭咯。
马上来进行体育馆嘅挑战。手下吊起来，两喙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熱天彩色嘅球面流食材，三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。整了兩喙會吊出物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，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廿時就開始咧。好，又到位，我来占卜的时候，哎啦，那盘盘相攀呐。看看你最近的命盘属于什么食材？哎，我属鸡。哦，你属鸡，我买我以为贵哦你属牛哎。好啦，等一下黃色係主食菜，青色係配菜，紅色係蕎麥。哎，来呀，给先来拍一个代表猜拳之后，给听来主持人先。好，哎呦哎呦，有杀气哦！哎呦哎呦，第一关来比身高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剪刀小漂浮了哦，剪刀石頭。来，那是 pose 吧？来，天云记第二好set，请选择了哈。好，你一下看一下，今日風吹做嘅料理，黃色係乜嘅？嘿，哇，你看我属虾，有嗎？沒有蝦子有嗎？三生笑吧。好，冇買配菜是什麼？那有眼瓜，中間掛。用煙好，做乜嘅蕎麥呢？民主阿姐，噔噔，哦，可以。金點解哈公洞好會做選？金沙吧？拜拜拜会吧，不会吧？會啦哈。这很好吃啊。等一下，有一個人沒有回答。曉得，他还在背台詞啊。我買問題，我攬錘。好，自己開始選。朋友，好，好，紧张了，紧张了。好來，張博先搶開牌，啊，改東西呢？米雪糕。米雪糕走得咯。好來，哎，碧霞主持人，搶球。可以。秀琴姐，三杯。好的，我跟你說，這道菜 OK。好的，哎，這兩道菜都 OK。 OK，哦大家的幸運物了哈，哎呀大家抽着，哎要當成幸運物，以後多買一些放在身邊。像我就買鹹蛋，你買什麼？米雪糕放在身邊，放在錢包裡。嘿，哇！雖然看起來冇問問題哦，等下還係要初試提上來60秒左右使用哦。我們超先來門看風吹哦，我身為你們的隊長，你們的信心要比我更大。風吹有信心嗎？有。 Yes。哦，比風吹嘅相機下台嘅攬水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！哈哈，來，馬上來金行體育館嘅挑戰。來，要不要分2個工作？你要不要你先拔鹹蛋？哦，競賽放學會做啦，哈。誒，唔會啦，呢啲係從性別來哦，係哪位嘅性別啊？他也是新北市的對啊。兩橋，兩橋，哎，一起去約會，你會重上過嗎？哎，唔曉呢。啊，你沒有重上，跟因為你們重要找我當流行過，舞台劇演員。因為重流行，哦，劉行個位哦，你是我的眼，音樂停下。唱歌的是我，OK。誒，不過基地哦，亂拍啦，亂風嘅分開。這已經講5年了。要對我給你舉啲五啲哦。你是說里長嗎？我是說我自己。所以做乜嘅蝦挑撈蝦肉嘅分開啊？誒，因為機上係撈挑炸嘅蝦油，讚，你要炸，雙人徐最喜歡了。好啦，油好炸呢。哎，對對對奇。怪呢哈，你有油係嗎？蝦頭可以先炒了。哎，我幫你，要炒蝦頭我幫你先把蝦頭下去，讓它邊油。我覺得我的得失心變太強了。對，對啊這，邊是依賴。你們跟他聊一下，因為他是我的歌迷啊。來，好了，恩可，嘿那，考營要表演哦，有表演能力就安好哦。聽說你有做主持，對不對？他有主持尾牙哎。喂啊，原來是同業，那我不妨。梗係油本下高嗨，卡喉啊哎，下好啦，所以平常是要主菜嗎？有哦，我會煮剝皮辣椒雞湯，哈，哇，厲害，讚把臉給片，嘿那，種剝皮辣椒，玻璃辣椒有點可怕，我吃了會滿嘴都我內心真的有種競爭感，有。那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大師呢？我懂油面咩？哦拿眼刀係嘛？那這倒是。這真是5年來第一次哎。恩可，哎，你給我卡痰呢？恩可，姐姐說不能講廖秀發，唔咩懂講咩？這個是大家沒有否認。嗯，真的主持人的嘴不能聽。好了來了，來了，哦我，先幫他們，照顧民主哦。我幫他炒一下啦。好，因為又出示挺熊愛啊。哎，對吼，好了哎，，蝦殼要不要一起炒？恩可係嗎？，既然都要炒係，啊，咁我打爽啊，
係啊，該哦，你有該油田嘛，係对，我冇？们只要油而已，所以要滤网。恩可，等一下哈，你把这个虾壳啊跟油沥开来，我们留油就好了。好，哦，对对对。陈明珠油，哎，你係蝦油。蝦油、蝦油、冇強咯。对，等一下，別個金沙嘅油就係用嚟蝦油係嘛？哎，注意哦，我注意温度哦。會跳舞哦，跟蝦講會跳舞。你要注意温度哦。我們姐姐妹會跳舞啊。俺子先好，謝謝。好，哇，鹽酥雞睇到有沒有九層塔？當然有三不飲有冇摸？嘿，呢條要米血糕、青椒、三不飲，嘿。我用慢走咧。我嘅想法是想講，先攞米血先切下來，然後就放薯粉，吼，粉佢當個又好巴夫係咪？等下係醬汁啊，用灶很專業。啱啱上班還有加青椒油，我未做得平起來強下鋪啦。上門講師傅講，你一要按拍嘅，即係按表落去做得冇？我係上班係做得啦，做得好。油啊，我係上班係做得，拍強下鋪唔拍，一鋪一下是全部撩起來時候咧。好，哎，姐姐哦，動厲害，你看，一牽刀哦，切到長個槍椒差唔多抬死。梗係嗌姐厲害，哦，係。同業的部分，其他阿姐啊，嗌姐咧，係嗌啊。你專門主持嘅偷染提起嘅，用共手誒，係冇？係，客家師傅叫我咩做的？嗌公手上班咧。咁姜媽做得切下撲掉啦，好，好啦，好，切下油，你唔是調油哦，係。等下倒落一起。不要關油，小火會吸油哦。哦，沒有沒有，差唔多咧。係，我要倒起來了。等下我炒。啊，平常時會煮三杯嗎？客少呢，專門煮客家菜。哦，會煮埋客家菜。會煮板仁小炒。哇！那這個有點大材小用哈。唔會，唔亂講，嗌啦芹菜煮。芹菜煮。係啊。切絲哦。切絲嘛，我只要按一片一片就好了。很多切絲嘅嘛。係咪？好，那我們先把全家溝通出來啊。好，謝謝。要不要用廚師天數來了？唔是，唔是，哦呦，這很明顯就是要 PK battle 的意思。哎，恩可很細心哎，給每一家蝦貢嘅那個腸泥都給它去掉。應該蝦嘅蔥一看。哦，就這兩節。師傅兩節強蔥嗎？切2刀時候啦。2刀。我看他也很少。一開3啦。從我慳呢。從聲音哦。他中樂透之後就沒有再煮。咩3個月後就冇埋煮。從我慳。半山路可能亮啊，講起路萬萬啊。即係阿姐田草就參加到鬧熱大擂台哈。我係第6屆冠軍，第2屆嘅總冠軍。哇！失敬。廚師田雄愛。哎，你要不要趕快下廚？要不要？廚師趕快進。好，還有3個。馬上煙刀，馬上咯。那我來。快點！沒時間了啦。那個鳳喉會注意啊。看醬啊！兩隻冰煙煙下，他哪醬？東風麻醬啊？應該這個101大樓，一動就寵你。做啲炒菜咯。這邊要開始嘍。係啊，開始咯。我們需要廚藝擔當。好。你負責煮。你那邊該高溫到就可以下金茶了哈。調一下，因為剛才去加沙拉油。要先煸什麼？先煸蒜頭。好。多做得。分我。要注意火條慢該順條米為炒火辣咯。金沙先啦。呢度有金沙凍麵呢，要剛好先給它壓過。誒，恩可從呢啊，主持按到嚟發湯哈。從呢上節目啊，我敬重。唔會啦。對嘛？係啊。剛剛看你的3連拍就知道，金沙為主，我金沙咯用染掛，應該摸盤煩啦。可是製作單位很貼心，多給我們的蘆筍。應該係蝦公啊，除了去腸泥之外，又要去開背嘛。要哦。我大家就看出來恩可真正會煮菜呢。你講我開背，我都開。已經沒時間咯。要注意哦，摸炒。姑姑真的沒時間哦。金沙煮長久沒會糊哈。你要下樓。開背。要先讓。他說來不及。他說來不及。你沒關係，你先炒那個，然後馬上起來，然後我們炒料。哦，你們分開炒。要一起炒。分開炒呀。會下啲咪漏鐵啦。所以你要趕快下。總得那去了嘛，總得分做200咩。
反一就不是金沙料理。莫是厨师挺熊爱。哎，你要不要赶快现在厨师帮忙？赶快进。好，还有主持天数来够。主持天数啊！叫他们两个。主持天数啊！慢点，快点。马上淹到，马上快点啊！马上淹到，马上吗？快点！就很哎。没时间了啦。这个有点啊。好来。快点。好，继续抢开始。今天现在有几台哦？等下冲炉啊！哎，叫个楼梯啊！这太等下会，他讲会冲炉。哦，对啊，先炒蔬菜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也感觉是让金沙扒在虾子上面啊。我们炒啊。对啊。我们炒啊，那顺序唔炒。是刚才。你只是讲先炒了。等下下油啊。從安樣喊唔會熟嘅時間話，你哋要去燙過，冇時你要先下，入幾個時間基本會熟啊。滷筍係第二熟嘅嘛，第三是下講，就攪一下。要不要加水？滷筍很油啊。很油。蘆筍可以加了吧？冇安樣時做個蔥也要了。那麼多蘆筍，你一點點水，一點點水，都算熟。來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從安因為金沙油啊，你做得走宜蘭口味嘅。宜蘭口味。係我用埋T上線講。你下差不多熟嘅，他講用太熱，大概哦應該喏，對唔對？對，蛋白夠冰落去啊。蛋白在冰落去嘛，吼。冇問題啦。做得啦。做得啦。因為開始時嘅順序唔錯嘅。係。唔怕，我可以過去減脆咧。叫埋你哋，叫埋你哋嘛。就係幾耐煮啊？結果興 Q 叫。你啊叫啊，錯啊，講師傅的甜熟。通關密語請準備。廚師幫我。好，現馬上。跟住。馬上好像。來，其實6位。先看一下。你哋要表嘛個沙拉油。開始咩表麻油？麻油。兩回事哦。一開始做唔得表嘛，要叫炒球為糊。等下最尾看，等下表下炒為糊，像你順腿下嘅時候咧，下去，向下邊，所以我們有留一點麻油嗎？最尾嘅起鍋，你讓加麻油落去，3杯又通到酒嘛，哈。係。酒到嘅，酒嘅。這兩。好，等下炒油啊，調油果。唔怕，兩冇麻油唔怕，正常來講哈，你個破煎的時間要沙拉油、撈個麻油1:1來煎，因為麻油它不耐高溫。下尾糊。下尾糊，佢嘅香氣是冇咧變糊咧。做下你加開時間米酒倒下去，米酒倒下去調味，然後倒下去，然後下去，然後蔥咪下去，最尾9層塔炒嘅時候咧。好。訊息要講清楚哈。有。沒清楚請看重播。還有時間啦，還有時間。咁啊係。而家蔥條家下先先煸過咧，先煸好嘛嚇，先煸好咧，上時間，都算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先鋒師傅，好，謝謝。米雪糕莫按加的哦，因為它很容易軟掉，對不對？要破個會很硬。我們可以再加一點點米酒嗎？麻油嗎？你要切梅頭，好。同個梅頭要葱麼？還沒做的，還沒做的。好，你試看。要試那個米雪糕，看它有沒有軟。離火。做得嗎？做得。好，差不多咧。好。煙草馬上來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鐵罐內部卡米西卡斬掉咯。用最年獻出嘅嚟嘅料理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是金沙的料理，來試試看那咯。那金沙米西條等後，最主要是什麼？剛剛下工條了下後，有先去煸過蝦油出來了，呢頭是粉香，然後是我感覺冇缺點，好，零缺點，真可。做得啦，T 擺煮嘛，係啊，做得。大家好，點行到做小片嘅兩位醬蛇妹吼，點頭如搗蒜，日本人的讚嘆。意思哦。真嘅多嘅。金沙吼，日本用日本的油來煸，他們是用蝦油。我覺得這是最厲害的素材，因為叫做
嘟好手的是出来是虾贡，他们有利用食材的特性。如果俩下就会发现冷水俩片了哦。来，散步哟。哦，你看性暖度会飘的大不冷水，因为米血糕大家就听得懂好些，它会台湾之光。啊，用破果愈合方式走来走散步，散步美是快炒店大家就听会点咩啊？这样的结合一级棒。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嚼劲，而且呢，你们食材没偷偷懂后，青椒啊，还有肉三比懂后是，唔好讲啊。他在想，提出来可能那边就要用个一代保留啊，来，那他的时间就换我们自己来表达。主要搞个脑歪歪、切歪，你外头软软，你的舌头安来嘛？对啊，因为猪血糕就安用选，它外酥内软，用电磁炉会炒出来的散步会走到后续，也是一个挑战。所以等一下就看一下师傅用慢评分喽。小戴师傅抢本分数。哎呀，等一下抢看七师傅抢本复数。冷水一分，平手立关平手哈，小戴师傅抢公平。那个我冷腿两片一点点实在建议啦吼，米雪糕有一点破香球，所以呢是个有一点硬硬。按该三杯的梅头做咧客家创点，因为三杯本身是客创的个料理的部分，放腿两片有该下调到去炒个油，所以失去了当香，啊不过该。佛手瓜或者有很有软，所以来本来红腿那边。等下谈看一下七师傅。好，其实红队应该按落去，该煮个虾油，别个虾油头油嘛，做个金沙真紧冻落去。那唯一的小缺点是讲，去个佛手瓜中蛮太下摸硬爽啊，湿度可能应该得下喷啊，下喷如何个湿度啦，这下喷是正常的问题。啊，我本该难对，其实讲，这个三杯整体的料理的做法吼，真紧做动吼，尤其是水梅鸡油变个7千插落去炒过，本去全部的味道做到个地步，融合起来，当好食。踢完呢，狗狗得到1分，算是非常好的结果啦。睇下些 Q 星嗨了，可以和小戴师傅带了马个料理，我哋老太去甲分享嘞。师傅出台菜。好，今日呢，小戴师傅带了马个好料，在这样子雨天浪漫的港都，怎么突然落水了呢？对，你要带来什么料理适合这个天气啊？酸辣太矫情。真的有点矫情，可以耶。你买食材高牛哦，两枚偏皮啊，是哦，俩泰国的鱼露，你没去泰国啦？那以前有去过啦，柠檬汁，酸辣酱、酸甜酱，它的酸辣酱，好，笋条米，还有去炒它的葱条，好。我们现在就把它切末哈。怎么讲？应该大白款师傅切葱条都用莫切团条咯。你就好切啦，咁就切啦。对对，你葱条会浸水迄味道嘛？解啊？其实都还没很辣，冰镇的效果。那这样会太矫情了哈。会流眼泪吧？我们要先做个馅料，来高牛虾鱼。所以这地位都会馅料就是扦插吧？因为泰国我们得捞番茄，番茄就是死罪。这柠檬水哦，柠檬汁，还有一点点调油，还有一点点的笋条米，我们就把它抓拌一下。还有啲鱼露系嘛嘅么？海给的，酱料，咁是打水系冇？唔是，打水系嘛嘅啊？今年呢，是讲限地不毒吗？系啊，就是怕太干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里边都有鱼露，还有柠檬汁，还有调油的水冻豆，红豆等下泡会白白。所以一般爆水饺的时间，你都会打点水，打配套。打配套较好。该系做个小笼包。因为唔啲个怎么个咬落去会喷水啊？安尼爆一点点，安尼过一点水下去。爆会放先嘛，会看清楚咯。三角形系吗？爆三角形。你需不需要人帮忙啊？我帮忙啊！阿芳师傅如果肯帮我是比较好的。我来讲，爆长球。
你都填爆好吗？干嘛？做对啦，我们还是每个人就包自己的。哎呀，做对了，好。填走款。来了，一插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按对折哈，旁边再折过来。对了，对折再对折，再对折。那等下看了马上爆下等一下恩可以在看你。去港华威去港斯喽。比赛，我来看看。哇，可以。不应该讲跳看你来哦，100副。你还小袋鼠哦，乾隆，做得哦。哪这？那个凤好要注意啊。我要看。按奖哦。那么按奖。不要再比英哈哪酱，不要再哦金元宝呢哈。哦，好表哥。啊，做得，按你干嘛干？哦，你还美泰式的埃及耶。对，这个就对了。标，对不对？客家标。你俺会标个，系老公教你系嘛？呀阿婆教你。俺会标糖鱼的动机。那个鸡皮不要弄掉，姐姐。可以很好吃呢。哦，你动好。你按照清明改批呢。又汗。又汗呢。像清明有10饼啊。杨枝甘露啊。太长了。东风法酱啊，应该不敢。这个101大楼，走对了，你动就从你。还有拿吗？拿哈。有。然后落去铺咧嘛哈。有温够吗？所以今日师傅啊，明白。地背都会馅料啊，用係提出嘅方式來挑之外，等下醬味係提出。兩種方式係國外西餐，有一種嘅撈嘅蟹肉跟 cheese。用它爆口味，嘿，它今日是用泰式的方式。cheese，打到几块多啊？嘿，它是昆 cheese，它是昆 cheese，交通下，海坡。所以你係將改片靈感來嘅，嘿，也差唔多快就落地。按醬哈，屋頂沒有炸到呢。屋頂等下翻過來炸很快，因為裡面要熟。哎，凍醬誒，就想醬哦。剛好像法用的都可以。係啊，用咗妹自發啊。用妹自發係嘛法？皮下這樣換啊。哦，快些。唔知點解都送嘛？我冇按夾哈，冇按夾。誒，有種因為款嘅破，但是冇買破就代表可能呢個係越熟嘅哈。所以你要菜名係用乜上出來啊？因為那個宮廷劇群雄鬥嘅啊。你有時間追劇哦？《甄嬛傳》是不是？太矯情。其實等一下，你唔是幹嘛提出個醬啊？胡椒鹽是不是可以？胡椒。有普通用半音，差唔多咧，專用的時候咧。韓國冇用普通千府勁風車，建成店都係好款。哦。超美。哎，有像海星哎。哦，蛋腸種款的是感覺凍素菜呢。很像炸春卷呢。有需要幫你擦汗嗎？那是抹布。抹布。我想說，很百姓。百姓。好了。來，本大看一下哦。酸辣太矯情。阿娘就好食咯。师傅俩嘅催眠太矯情，很矯情，對，太矯情。他的表情啊，很矯情啊。來，試試看啊。你聽我聞到嘅醬哦，就落去烤嘅。哦，現在的母魚頭凍衝。魚肉都很好，而且最主要是外酥的確 juicy， 好好吃哦。因為我家看佢做，我感覺佢冇講緊膠就當咗，我心肝上，我咁全部是做嗰種味道，又揚。個地背都還沒做啲參掉嘅토마토。那個想把強佬打拋豬。對，原料做強打拋豬強種。死罪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認罪。我上嚟門做啲嗰種係馬糍麼脆嘅。哦，馬糍。
看你做的口味。哦，所以你台式是多嘞。都可以啦，看你想加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加金箔也可以，像徐师傅就会加。该不卡你不卡还有诶，是多对啦，哎呀，该批是用金箔包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哦，你们看一下，咱出来两位阿姐，等我说对我就有个酸酸甜甜的雷梦，嘿，错，当太极的梅头，哦是太矫情了透出来，十九度一架子就这样写得懂，嘿，对不对一定嘿，所以从头然落就打对了哈，但只吃到一颗。等下等我爆了嘿。哦，你们看一下，七师傅就是跟动假装去抬龟啦，我都当家提牌，到时候是有诶。提牌是到吼，佮泰式口味爆到水饺底盘，啊是到记洋葱的甜味，用泡的又做出来个水滚滚，金毛加汤的是加洋葱的甜味全部做出来，又加搭配个泰式的酸辣酱是到拄好，当我是。好咯，睇起来评价都按会发，200最稀都不卡起来之后，一般跑保偏心啦，没做的做跑位偏心，好了也不够跑够案呢。好，第一关一毕业，就算是朋友，现在还是在战场上哦，用完了加油诶，来金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心咯！最杯米馆的哦，我今天唔差了，看見到嘅秘密武器，這個秘密武器有點厲害呀，馬該。剥皮辣椒，剝皮辣椒哎，可是幹嘛不用當歸都呀？乾燥，乾燥都要，為什麼？黑鼻乾呐。哎，它會有一種轉甘的梅，有人辣椒不用乾燥，所以才加工，對不對？我太驚嚇了，這是特殊的秘方嗎？我這個上誒，哇，第二的口水是流下來嘅。來，家下開學時節就講，因為它來補痛，補痛啊。你們要帶來料理有弄媽咪啊？剝皮爆炒辣雞，爆炒辣雞唔係做給通，是韓式的那種辣雞嗎？嘿，哦，哎，有備而來耶，有備而來。好啦，燕燕都新北市了，代表新北隊來到這裡比賽，新北之光，要加油嘍！好，有信心嗎？耶！加油！哇，他好大啊，我好同意哦。不是很中氣十足啊！哦，我看一下冷水兩面哦，就算係上面未出來，但係咧邊面副氣係乜嘅咯？鹹菜，蝦梗一鹹菜哦，家戶戶都有。不過記得鹹菜有啲食冇埋強壯哦。你要自家做誒，就會按色，哦，冇到色素。炒，我阿婆做嘅，你鹹菜，因為昨天做鹹菜湯啊，炒豬肉啊，點解做嘅係乜嘅？鹹菜炒牛膝，最經典的，來，你要懂炒飯哦。嘿，冇咁炒，每周在蹦那個辣雞，那個水餃皮還有剩，還有變西皮啦哦。水母一罐哦，該下風水上進緊緊動態，比海哭的聲音還大。來，水母一罐，攬水有信心嗎？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唱開始咯！又有口福喽！你看，今日當從新北市來，當從頭然來。對啊，8門爭取最多票數。而且伯謙大白都講，我選擇投給藍隊。對，從來沒有一次跑票過。因為我從來不是紅隊的隊長。他從來也沒有分數。對啊。我記得剝皮辣椒哈，曾經50看過，有人講個乾錯，這是很厲害的。我在怕會不會味道走掉。一般乾炒是什麼？用都是芭樂啦。哦，把的炒芭樂。可以啊。那係土雞腿呢，對不對？哎呦，玉米雞腿，玉米雞啊，你說他老闆的女兒啦。那個雞皮不要弄掉，姐姐。可以很好出呢。那個雞皮留給我。你的冇好雞皮。哦，你都好，你按到全民蓋皮呢，又愛，又愛，愛吃什麼就吃。像全民有十餅啊，陳明珠、奶凍烏尼啊，奶凍對，楊枝甘露啊，太長了，日本人的名字。哎，要不要訪問人家？對，要不要訪問？重點這道菜怎麼解會遵照水母一直頭出來那種殺手鐧呢？我千禧文煮湯，基本伊煮湯嘅話太久誒，哦，我
我就想用醋的试试看啊。对啊，这个是什么粉？胡椒，黑胡椒，黑胡椒粉。哦，不是刚刚去沙滩上面捞的哈。没哈，太平哦。掉了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go兜转来哈，好能备料一下。碧霞姐平常较少煮吼，上午也经常煮下。好好哦。好好命哦。所以你还可以欣赏一下汉饮哦。系啊，也是。饼啊我煮。有生意给他呀？我生意太好，饼要2-3年嘞。不可能。一片牌哦，根本嘅來比賽哦，做乜嘅？那阿婆做嘅鹹菜，尊重嘅秘密武器呢？鹹菜做得做當道嘅變化。阿婆最常用鹹菜做乜嘅料理和記得冇？做鹹菜湯。鹹菜有變哦。那個都可以一直回沖回加，超多的。然後是做叉米哦。對，回沖都我定呢。超好喝。對啊。等一下，因為鹹菜又鹹咧，牛會先滷嗎？唔是。唔是。哦。而且我的做法，又發現到，你的食材冇按複雜吧？沒有像那個紅豆。我喜歡吃原味，我都吃原味。那這樣呢，炒啊，豬肉也是吃原味嗎？因為個當鹹的料還沒冇夠用鹽，我做鹹菜炒料，標裝落去煮炒菜，我就按嚟食。哦。好，那我們不你皮了解下好。好，來可以下。來啦！哦，哇，好計用嘅。有油溫我結果。那個雞腿肉太可惜了吧？我覺得那也是讓你知道原本長這樣。你確定用手讓你的戒指金金會用到哦？對啊，等下是到金金用卡山哦。而且你選戒指蠻有品味的。對啊。要考那你要搶時間啊！你要搶時間。你嘅剝皮辣椒我簽嗎？要。哦。我突然想到，你剛才錄蓋，你有去直接去崩掉剝皮辣椒的水嗎？哦，不，我不用一滴嘅。就一滴而已哦。冇啦。一滴的啦。一滴。我不用一丟啦。丟啦。有破到牛半音哦。差唔多熟咧。差唔多。應該不是全熟吧？因為它那個炒。這好適合加 cheese 哦。因為我哋頭菜怎麼個加漢堡菇嘞？愛東西粉是漢堡菇。嘿，漢堡菇。那你們的漢堡菇沒做得切，你就會切那個干貝嗎？素干貝。哦，唔會那個，唔會啊。冇重要，冇重要，好食咗啦。一切好就順條嚟啦，係啊。洋蔥我先不要冇。上西見。要麼跟他講那個。他呢？好。那你幫我切這個，我好緊張的感覺，你話用不緊張。哎，試來。哦，全副蔥條哎。讚哦。看該乾肉是看起來是髒嘞。哦。師傅都這麼說了。哦。有人用看的打分數的，好選啊！試吃呢。用蔥塊來炒出來，代表有功夫哦。有哦。怎麼說？因為我都用鍋鏟。整條麵，這裡啊。你也不用。冇升加。Uncle，你都是豆腐卡煮半切咖血，還有煮半瑪莎血咯？這個是青島，切咖是暗後哦。我竟然不想想你在家裡吃什麼，所以我沒資格。我啦，我冇錢是加下好。配料等下喺度炒埋嘅東西，杏鮑菇，甜椒，剝皮辣椒其實係最後面當 Loki。那我們先過去好不好？好，等下都轉邊香。好，安子誰？對，這個就對了。不要，對不對？客家標，講嘛。你安會標個係老公教你係嘛？也阿婆教你。安會標糖魚都東西。究竟你喜歡吃豆腐嗎？我喜歡。豆。你還有你做料理？你是豆乾。喂，造天。等下去查切點菜唄哈。直接放上去就好。一起拌炒1秒鐘。點哎。一起拌炒1秒鐘，等下他們會給我扣分。快！講嘛。你安會標個係老公教你係嘛？也阿婆教你。安會標糖魚都東西。因為佢嗰個啲豆腐卡冇煮啊。你最講安會標東西。標東西，瘦格要出來。對啦，瘦子。因為我當下食豆腐乾還有豆腐，一般的豆腐我就鹽，熟我就標，我就按嚟食啦。他趕你，俺媽媽沒按你食。嘿，等我真好。因為簡單的東西簡單選。也簡單也好。究竟你喜歡吃豆腐嗎？我喜歡。豆。你還有你做料理？
你是豆干。喂，照毛自重，秋豆腐啦你。是豆粕。秋豆腐。所以受惊啊，这个看起来比例安好，你后生的时节就已经强去做 model， 也去有，染戏啊、唱歌啊，一定有一，定有哈，哎呦，一定有。应該喊出來其實並落去炒。等下記得啊，我還有肉絲嘛，你了後剩掉去落去。哎，一定唔係真心摸該別香的東西呢，吼。嗯，所以叫做簡單的順條該全摸。你剛剛有講啊，他喜歡吃原味。對，好，我們先過去。那先過一塊哈。哇，哇，那個剝皮辣椒的湯一定要加哦。會。誒，哇，恩可，你也不舞台劇但不該中普式，舞台劇演員很辛苦哎。嗯，那個剝皮辣椒會吃哦，真並一丁那麼落落了嗎？有，有，剛剛有放了要不要哈。再放一點？好，汁你放沒關放係。來攀呢，師傅好會拍得好，拍得好。讓來講是好的嘿。讚，好，很讚，很讚。哇，我覺得準備贏了啦，那剝皮辣椒很末，在這。哎，哦，太熟了。豆椒椒咧。哎，哦，基本上哈，師傅要好香的東西，全部要做到咧。全部都點了薄嘅。等下就查切蓮插的哈。七元茶熊你，這衫5050包，我直接放上去就好。一起拌炒1秒鐘，一點哎，有。一起拌炒1秒鐘，等下他們會再扣分。快！該沒有擺盤的時候了。他們就很固執啊。廣梅哎呀，該擺盤的那一點狗的時候了。好，這樣可以了，這樣他們就沒得選了。哦，痛。好，好，我們過去救一下那一隊，哎，還在爆炒。還在爆按住牛毛線入口米酒記得。原味啊。我摸啊，我全部摸啊，哦，用氣是溫度啦，係啦。溫體的。對啊，只要上當去買。你不你來讓你阿老公講哦？要啊，你講乜嘅？幾個？唔做摸啊，唔做摸啊，我煮菜咧。組合式的方式拼湊一道菜嘛。啊？組合式的呀。哎，你鹹菜冇用下炒哦？所以你們是分開來炒。誒，哎，唔怕，但是我覺得順序沒就正差，因為春夏咧係豬油，冇用個油啊。因為時間用50上難度，鹹菜需要什麼？啱才需要乜嘢都油。所以你阿老公講嘛，你看忙講。啊？講拜拜啊。當河那基本我煮嘛，甲人講煮了，講哦了好，一定也要煮了。還冇其他的啦。煎煎蛋啊，你看，煎蛋，用蘿蔔乾煎蛋啊，有難度，這有增加難度。蘿蔔乾煎蛋，蘿蔔乾，好香哦。誒，當香嘅。所以阿婆每第一位那叫鹹菜類比賽。是啊，我咩有人愛煮過。阿婆要講摸上水中，總量水嘛，水一點水。小微煮嗎？對，小微煮，一點點糖。乜嘅？哦，講這樣糖，怎麼變得好像是秀琴？你是不是來帶指揮的。因為沒有，不是。因為我卡燈我做冇變糖，你講了我變糖，我講法變下，我本真的變了，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看，又都有鹹菜、鹹土摸嘛。誒，鹹土摸一點。好，那我們去倒數哦。好，嚟吧，差唔多好，咧。等下看中下。等下看中下。好，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來試試看下水杯米館內務開料理，開斬掉咯。水杯米館呢，先來試試看下風吹嘅料理，來。哇！哎，蹦定嘅辣椒強下雪咯。雞肉好嫩哦！人家當頭呢，已經完完全全的被剝皮辣椒這個我負責了，師傅後生。有感覺味又唔會甜辣，乾炒的效果真的會有一些筆感哦。呀，清炒飯之前有試過恩可安永州嗎？有啊，佢做凍到好食咧，冇人食過。很好哦。兩頭菜吼做得算係大菜咧，因為哦剝皮辣椒做法咩廣東簡單，各種乾炒啊，還有冇人看過。至於從到它的食材選擇、處理的方式，還有炒的細節咯，動作的細節全部有注意到。真的是韓族嘅菜咯，係殘糖嘅菜，凍茶盤，凍茶盤，係。風水兩片的茶盤，那個藍水兩片而且煙梅食物的原汁原味，給你吃來，咯。試試看下咯。
你看蛋肠像看，个豆腐干煸到红好看金黄色的。煸到冻好之外啊，觉得鹹菜完全係畫龍點睛，因為食到感覺有點優越時節咯，結果鹹菜一食落去解膩。這樣呢算是比較清爽版的客家鹹菜炒牛丸呢。一般來講吧，我看有的話，這比較清爽。我感覺有啲豆腐干煸到暗紅好食，做喺食嘅原來嘅米湯做係啊，冇加配用嘅東西。最簡單的食材表現到最好，原本是多麼容易嘅事情。其實哦，因為而家下吼享受咧感受一下，尤其係每一條肉吼，唔單講凍氣之外，就佢完全冇嘅煮肉嘅球項目嘅芡，所以我覺得是在食材的用心上，我考量落去嘅，所以等下就會看下師傅用咩嚟評判哦。見到了，都帶師傅嘅結天用班，小戴師傅搶本分數。好。大家來看下戚師傅全部復數。我同呢，呢個係突然來的，我再強調一次。唔係咱推做唔好，佢要做咪當好，該酸菜炒到當香，該香梅當好。啊，不過味道還單一，啊，兩片呢梅頭還有層次，啊，該乾炒進去，加乾炒下去，應該是盡落無回甘的梅頭，還有該爆薯蓋，凍有嚼勁。唔會攞當好食。好，看下戚師傅。我本難對佢想法凍簡單，豆腐乾炒嘅時間，鹹菜放落去，炒以後本嘅香氣韓國出來以後，主要是放落去時候咧，然後就做咧加一隻東西，叫馬戲，對，會讓味覺更完整，突出它的各種的味道出來，是正常容易做凍好。我冇本家紅隊啊，佢想法凍簡單，我咪提一擺時到。佢梅頭食到時有回甘，所以要用cái剝皮辣椒嘅汁落去炒，不佢收汁，吃雞肉是滿滿的那個剝皮辣椒梅頭做凍好，行冇？咁是誰？好咯，這杯麵成績已經出來啊，唔過呢，大家有失路啦，因為大家對全台灣各地來都要到位嘅，看有好嘅環境，有食到非常好食料理，等一下還要去玩，對不對？好了，馬上就要頒獎嘞！耶！恭喜！好了，今日真係挺歡喜哦，真係有請到呢朋友遠道而來，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好，咁個藍水美本大家都獻上一下，因為記得到係物件呢，就係粉太金刀具組嘅水風色咯，還有節能減凍版2種，又一家係多功能，又一家係石墨烯。哇！咁好，嚟望看下你嘅全雲節啦，睇下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心得好冇？我感覺我又有失路咧，因為啊恩口給拿到冠軍，已經會做動到用都還是太好了，你拿亞給你換到了1年的飯票，冇問題，多菜本色，好好。今日同歡喜來到宜蘭呀海邊煮菜。我相信你們會同貼片一個回憶，安尼，真的是很美的回憶，對不對？不過藍水阿姐哈，大家真的也是有目共睹，對不對？今天有好多做菜，只會講下你的牛丸煮，還有個泰式水餃，好多嘅做，因為做得做。真緊張哈，怎麼太假？小金阿姐哦，今日哦係體育館最大工程，對不對？你們有分工嗎？係。今日就嘛感想呢，講下咯。是去到當好嘅學習嘅。為所漢然做師傅該到好多動作煮食的妙招。行擺行落來嗎？走得啦。行擺去到突然嘅時間，當一個繞牆一擺，好冇？好，好。陳夢太似咁用心哦，貼片來到一大 V 嘅欄裏，用下留下按讚到嘅回憶，真件十分感謝你哋。係啊，食東西就要用感情，還有埋享受每一些，咪就係享受海景，享受人老人之間嘅情感。歡迎所有朋友一齊來報名參加比賽。依家資助等你用下來一大 V 嘅分享人人生嘅故事，然後好料理哦，下禮拜再見。上來了，來。